继续来看艺人林彦君甲伊的翁婿到台中一间烧腊店来食饭，点三宝饭、排骨饭甲2大盘硬甲甜的配菜，竟然才200块尔。伊是感觉讲俗了伤咸咯。高雄美术馆的上款有一间自助餐，一粒卤卵。 一点点仔青菜，佮4底细细地鸡肉卤，都要100块。民众口说讲，这个鸡无非是食黄金番味。高楼的自助餐的店员不用包便当，记者点排骨饭含3宝便当，盘4项配菜，当坏坏，安尼全部敢拿200块。 艺人林彦君4号伫咧面册铺盘，讲伊含翁婿伫咧自助餐食饭，主菜有煎排骨、烘烧肉、油鸡、烘鸭，配菜有桥、菜龟、冬粉含真正炒汤，配菜是条干仔山，才200块。可以挡袂掉伫咧面册分享相片，讲实在是喊呱呱。2个大人食饭，加上巴肚内囡仔，规口就是食甲饱叮咚。 这间自助餐店做30年，店面无特别装潢过，行内底好食片，附近的民众拢知影。物超所值，怎么说 ？CP 值很高。哎呀，那个我保维加100，现在100。它的量都非常多，真的很不错啦。配菜硬个这么多，头家敢袂了？怎么样嘛？大家有的吃比较重要啦。就是要有民众食到饱，业者监管薄利多销。自助餐卖到这么俗，大家拢伫咧讨论，过来看高雄这间自助餐。一粒卤汤，一丝丝青菜，佮加4底细地卤鸡肉，爱100块。都互民众这鸡也是食黄金番味大汉的俗。 这间自助餐伫咧高雄美术馆附近，上款经营成本正就较济，头家是满百的费亏。算法是看你的种类跟数量，看分量跟大小下去算。你们自己想，这也是美物吧？那房租能便宜到哪里去？物价直直起，民众嘛拢真高兴。地方自助餐美食大炒饼，嘛正做网友讨论的焦点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